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这个胡适走势又是一个抽风的走势早盘似乎是震荡，突然好像得到了什么消息，一阵抽风截至收盘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上证指数涨0.85%，深成指收涨1%，创业板指数涨1.35%，两市成交额18669亿，比昨天还放量900亿，大盘资金流出380亿，3536只股票上涨，1717只股票下跌。虽然是涨多跌少但是散户赚钱不易。这个大盘走势还真有点像这个慢牛走势如果你急着想入市踏空的人就是你认为这是牛市，那现在踏空了，所以他很容易追进去，一追进去呢，他第二天就会下跌，你就被潜套，被套住，套几天呢，一着急把它割掉，结果它又涨。每一次冲动追高买进就被套，稍微一跌，如果你要割肉，它又涨起来了，钝刀子拉肉所以说小散户赚钱不易散户也很难把握住这种股市这种节奏，能把握住这个节奏的是极个别的人，而且大部分都是瞎猫碰到死耗子。至于这个股市为什么涨呢？突然盘中上涨，跟小作文有关具体是什么小作文恐怕大家在晚上去看一看。也就传出什么会议彭博社说为了应对这个特朗普的关税贸易战咱们也可能人民币要主动贬到7.5这个我们的节目都分析过了7.5是肯定会到的，咱们要看7.8。这个消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7.5这儿很有可能央行就要出手。7.5以前呢，央行不会管的，顶多喊一喊口号，甚至会主动的贬到7.5。那么到了7.5呢，那央行就要出手干预一下。如果干预失败，那到7.8再干预。当然这个是一个假设这个是一个预测。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美联储好像要降息，当然这些跟胡适上涨其实本质上没有关系，但是现在情绪在这儿，对吧？所以说一切利空是利好，利好那更是利好。6.9的时候，你说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美元要流入中国，你讲的是这个故事。现在已经7.2几，快7.3了，你还在讲这个故事，这个逻辑上说不过去。所以说只是情绪需要，情绪到了他要谈。至于小作文还是有没有其他的内容，不太知道。总之这个胡适现在就跟住小作文来炒，看他能不能靠着小作文创出新高，把这个10月8号的这个上影线、墨碑线给它吃掉。这个还有一个消息算是实质性的利好，但实际上也不大，就是关于养老金入市就是个人养老金入市。12月12号，人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下称通知自12月15日起，个人养老金制度从36个先行试点城市推开至全国。根据通知，自2024年12月15日起，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均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税收优惠政策实施范围从先行城市同步扩大到全国。这个跟股市有啥关系呢？实际上就是个人养老金以前你只能投一些公募基金，现在呢扩大了，什么指数基金、什么 ETF 你都可以投。所以认为这是胡适的一股新的源泉，对吧？这个胡适的新的救兵到了，这个算是实质性利好。但这个利好有多大？这纯粹是想象，全靠想象。为什么呢？这个人养老金制度首先它不是强制性的，那不是说每个人必须你都得有个人养老金，没有，你自愿。第二个，个人养老金有封顶，就是你一年只能12000，由个人来交，只能交12000，最多你交1000也可以。有的人一个月交1000，一年12000，有的人一次交12000，反正一年就那么多。那这个钱你交进去干什么呢？有很多人就说了，我为什么要交这钱呢？实际上这个个人养老金呢，对个人的好处就是免税，就是税稍微好一点，免你的个人所得税。那这个一说免个人所得税，个人养老金和你把钱搁自己的口袋里面，区别就是你个人养老金的部分是可以免掉个人所得税。大家知道咱们这儿有资格交个人所得税的不超过5000万，就是真正每个月真的扣了个人所得税那5000万以外的人，个人养老金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我如期把钱搁那儿不能动，我为什么不放到我自己账户上呢？个人养老金虽然也是在自己账户上但是你不能随便用你得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在银行
那个账户是指定的，完了是社保局那边有备案。那个养老金账户虽然是你个人名下，但是你动不了啊，你不能随便用，你存进去就存进去了。然后现在啊，你把12000存进去，你可以存进去之后，你选择可以存银行、存工行，对吧？或者是买那个货币基金，或者是买什么其他的公募基金，它有几个选择。哎，盈亏自负啊！你要买了基金赔了呢，你个人养老金的12000赔了2000，那就变成1万，盈亏自负。有人说，那我不买基金，我也不买什么货币基金，也不买债，我就存，可以，你就在你的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你选择就是存款。所以说啊，这个只对谁有兴趣呢？就是你的个税啊，每年不少交，比如你的个税每年30%、20%，甚至有的45%，这是最高档。那你想想，你这12000，你不用交这45%的个人所得税，你这12000就相当于便宜了差不多5000块钱吧，对吧？那有人就愿意，我把这12000交到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我这个不扣个税。本来我这12000要扣个税的话，我只有7000是我的，现在12000是我的。那我这个我随便是存银行，选择存款还是买货币基金，反正我已经赚了。这个钱等你退休以后啊，你取的时候只扣3%的税，那相当于税非常低。这个对那些个税实缴非常高的人才有吸引力。问题又来了，你说人都已经个税交40%、30%的人，他月薪是多少啊？月薪怎么着3万吧？大家自己去查啊。你月薪3万人，年收入比如30-40万的人，他会在乎这一年12000，完了之后进去也不知道干啥。所以这个他就像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个就相当于对那些高收入的人稍微有点补贴完了之后，让你还去你还得去投资理财，自负盈亏。我这么一说，大家知道就是个人养老金它的规模能有多少？有人测算啊，说能达到1500亿每年。哎，我就算1500亿每年吧，然后我就算这1500亿都去买了你的股市股票，又能怎么样？所以说啊，这个是个实质性利好，但是啊，没有太大影响。现在养老金入市恐怕已经都是多少万亿了吧，都没能怎么样。你这每年多个1500亿，这还是满打满算的啊，全给你买股票。你个人养老金买了股票，那个股票退市了，你这个人养老金就没了啊，盈亏自负。所以一般人恐怕愿意买那个指数基金或者买 ETF 啊，所以这个就是叫鸡肋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养老金本身这种个人养老金啊，对老百姓的吸引力就非常小，对吧？你指望这个钱去救市，首先这个出发点就是错误啊。你个人养老金你是为个人养老服务的，你老指望这个钱去救市，而且这是个人操作，大家记住了，你不是那种社保，你社保是交到这个中国社保那个账号里面，那个是有社保基金，它是国家队，它有消息，它可以当裁判，所以它每年基本上保证不赔，就股市再差它不赔，那是帮咱们赚钱。这回让你自己去，那能行吗？啊，你说我这个人养老金我一去不就变成韭菜了吗？你又不是国家队身份啊，我有这本领，我不自己放我自己账户里炒不就完了吗？何必那么费劲呢？还搞到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炒。也就是说啊，你如果是个税缴税这个在3%以下的人，你买养老金是亏的，就你交个人养老金，你到时候是亏。你想这有谁会去买呢？这典型的时候想一出是一出啊，就是既想让大家多交钱，又不想给好处。个人养老金基本上就是自己存钱自己花，你国家不会给你任何补贴。完了就是个人所得税这块，应该是对年薪50万以上的算账，才有点吸引力，算是国家给你的一点小福利，对吧？你把12000存到个人养老金账户，这样的话你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选择存款，这就何必你把钱存公行是一个道理，没有一点区别。完了之后呢，你这块钱省了30-40%的个人所得税，等到你退休万去取的时候，你只用交3%就行了，扣3%的税。然后媒体就开始吹了啊，说个人养老金已经有7000万人开户，你这个纯粹就是叫放卫星啊，大跃进。1000万人开户，有多少人愿意交钱呢？光把户开了，1毛钱不存，有什么用呢？7000万人交个人所得税的人都不到5000万，你还有那2000万人，你跟着后面凑什么热闹啊？你把钱交进去，你到时候取的时候扣你3%的税，这不是有病吗？所以这媒体在这忽悠，很多散户呢以为这是什么天大的利好，对吧？这又活钱进来了，股市要涨了，而且他这个限定的是城镇职工啊，这农民还不行，当然农民没那个条件去交这玩意儿，他不用交个人所得税的，动机不纯。我们再看啊，这个有媒体报道啊，他说男子进了一个炒股群，一下损失12万。此前江苏南京喜欢炒股的薛先生接到一陌生电话，对方称是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有内部信息，掌握一些升值股票的情况。心动的薛先生进了群里老师推荐了他一个暴涨的股票，信以为真的他
将12万元打到了指定账户，结果被骗。大家看视频啊。经浦口的薛先生平时就喜欢炒股，这天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里面跟他说他是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然后里面有内部信息可以让他掌握一些升值的股票的情况，然后就说让他拉进一个群，然后群里面有专门的老师跟他讲解嘛，然后就心动了就进了群。在这个群里面呢，老师就跟他说，我有一个包涨升值的就是股票可以推荐，然后呢他信以为真，就把自己的12万块钱就打给了老师所提供的账户，然后这一下子就被骗了将近12万块。原来这发财美梦的背后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2021年3月，王某通过吴某介绍获得了一份客服工作，吴某每日接收上家提供的电话单和话术，分发给王某、梁某等客服。客服们按名单拨打电话，假扮证券公司客服，设立1对1的炒股群，引导客户加入炒股群。如果第二天这些客户还没有退群的话，他们可以按照人头30块钱的一个报酬进行获取相关的收入。在这个群里面还有很多的就是一些托，老师在上面讲解一些股票，然后有很多托来就是渲染说老师讲的非常的棒，很专业，或者说确实是这样，就是给衬托到这种氛围了，然后被害人可能在这种氛围底下就迷失了自己，然后可能就失去了警觉心。不少受害人像薛先生一样纷纷转账，然而等钱转过去了，微信也被所谓的股票老师拉黑了，就是被骗了嘛。然后这些被害人就找他们所谓的客服人员嘛，因为当时是他们进行拉进群里面的，但是客服人员说我跟上游根本就没有相关的联系，所以说没法是找回他们的12万块钱的。2024年，王某主动投案。2024年9月24号，浦口法院作出判决，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王某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其上游诈骗组织隐秘性较高，公安部门还在侦查中。林旭黎记者为你报道。这种智商就不应该炒股啊！再说了，这种智商他怎么会有12万呢？咱们好多网友智商高得很，都没有12万，你说这气人吗？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一个群里面除了你自己受害者，其他都是托，所有人都是表演给他看的，老想着不劳而获，老想着通过简单的一个操作就马上能翻倍，实现财务自由。首先这种心态就不对，有这种心态，对吧？那就具备了上当受骗的前提和基础。总想着天上掉馅饼。昨天啊，这个美股啊又是创新高了吧？那个纳指好像2万多点，美国科技股7朵金花，一晚上就多了多少万亿的市值。针对美股的这个长达10多年的慢牛啊，这种走势啊，有一个神人呢做了个预测，所以大家还是要警惕啊。如果你做跟美股相关的，还是要就是抱着理性的态度。叫《非理性繁荣》这本书的作者，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叫罗伯特·希勒，他最近啊针对美股给了3条警告。就第一个，现在市场上最热的不就是人工智能 AI 吗？他说 AI 不仅改变了技术，也扭曲了投资者的心理。现在和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一样，充满了由妄想驱动的投资行为。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我是经历过的啊，当时咱们的互联网新贵新浪、网易、搜狐还有2家公司，就一个网页，就一个 w 点什么什么什么点 com 点 cn， 就靠这个就上市。上市的时候就公布这就是我们网址，完了之后股价就暴涨，对吧？中国都有互联网了，都有门户网站。到了2000年，互联网这个叫泡沫破灭，网易面临着马上就退市，它股价1美元以下，大家可以去翻一翻这历史啊，差点就退市了。好像搜狐也差点退市吧，新浪稍微好点，也是要退市。就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充满了由妄想驱动的投资行为。比如说新浪吧，你说它怎么赚钱，根本不用考虑，你有网址就行了。那时候纳斯达克是极度的这个狂热，只要你是网站，肯定就是未来。就像现在对 AI 的这种理解一样，你只要是搞 AI 的人形机器人，未来就是方向，对吧？有100万亿美元的这个伟大的公司会出现。也就是这个希勒认为啊，现在对 AI 的这种狂热，就像2000年对互联网的狂热是一样，后面就是互联网泡沫破灭。第二个啊，希勒说啊，什么喜欢的以希勒的这个他的指标来评估，他认为市场已经进入
严重高估值区域，上一次达到该水平是2000年，也就是现在啊，美股进入高估值，已经过高了，达到了泡沫破灭前的那个状态。第三个，它是群体效应，它说投资者极度乐观，他们开始否定旧指标，无脑接受新指标，认为这次会与以往不同。这个也符合这个散户特征啊，符合这个狂热的市场下的这种氛围，就是认为你过去那些指标有什么用呢？对吧？认为巴菲特未必是对啊。你看巴菲特现在不是现金比股票多了吗？就开始卖股票嘛，持有更多的现金。那很多人觉得巴菲特太保守。这个席勒啊，他不光是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更重要的是他准确的预言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和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这2次都被他预测准了。那么这一次他的预测准不准呢？就是他给出的警告有没有可能成真？不管怎么说吧，如果你做跟美股相关的投资，一定要小心谨慎，也就是高处不胜寒。任何泡沫破灭、股灾之前都是静悄悄的，就像雪崩一样，它会突然崩，就崩掉啊。当然了，席勒的啊这个预测大家供参考啊。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锡进老师。胡锡进老师昨天啊发了个微博啊，聊了一下这个中国年轻人性衰退啊，他认为是无效工作、内卷、加班过多、没有时间，导致年轻人的性衰退。今天胡锡进老师又关心年轻人生孩子的事，他说啊，年轻人最大的负担是生养娃娃，就生娃养娃，那是他们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自由生活的真正终结。他说在老胡认识的年轻人里，他们养娃过程几乎没有不接受父母支援的情况，有的需要父母经济上给予支持，更多情况是父母不仅给经济支持，还要帮着带孩子。大多数普通家庭如果没有父母经济上的支持和无偿的体力支持，很难正常运转。如果是生2个甚至生3个娃，父母的支持更会是绝对必要条件。这个老胡说的倒是这么回事啊，就是你在中国大部分人生孩子那还是要父母帮忙，有的是经济上的，有的是这个父母看孩子，有的是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要看孩子。这个是跟中国这个现状有关系。因为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的话，你必须得2个人都得上班，对吧？如果说一个上班，一个在家全职带孩子，那这个压力非常大，对吧？上班那个人一旦失业，那就完了，家里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对，所以必须2个都上班。那这2个都上班呢，带孩子怎么带呢？你花钱请保姆吗？你又担心保姆，对吧？给孩子喂安眠药，你又担心小孩受虐待，那这个事情这个不敢说啊，比比皆是，那至少那非常多啊，所以必须父母得来帮着带孩子，哪怕是再请一个保姆，那你也得有父母在这看着。所以说啊，这个绝大部分在城里面的年轻人，只要是生孩子，那肯定需要父母撑啊，当然有个别的不需要啊，那这是少数。胡锡进说啊，这种局面形成是很复杂的，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但是我认为我们的社会要清醒认识到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他说我们要看到年轻人工作收入与养娃成本的比例严重失衡。有人会说现在年轻家庭对养娃的标准定得太高，然而现实是这种标准也是客观存在，个人无力跳出来，这个问题只能从社会层面进行调节。从根本上说，国家需要对养育儿童的各个环节加大投入，社会福利也要朝着养育儿童的大规模倾斜，从而极大减轻年轻人生娃养娃的经济负担。要给年轻人更多陪伴孩子成长的时间，要让有小孩的女性大幅减少工作时间，而且家庭收入继续得到保障。单独任何企业和机构都无力解决这个问题，这也需要国家带动社会共同参与调节。这个实际上还是分配的问题，对吧？你如果把这个责任让企业来承担，你要求企业啊给这个产假增加到1年，企业来承担这个成本，那企业就垮台，就这么简单，对吧？有的说给这个产假男的也放3月，可以啊，那这3月谁来补贴啊？你让企业承担，那企业就是黄，那最终还是国家来承担。那国家承担说来说去还是谁来买单的问题，那不最后就还是分配的问题。你如果说全民买单，本来年轻人压力就大，不想生孩子，不想结婚，你现在全民买单，这年轻人他也买单，这不压力更大吗？更大的更不深。所以最终你发现你只有，对吧，把分配解决好，杜绝跑冒滴漏浪费，对吧？老干部疗养中心少修一点，对吧？面子工程少修一点，路少刨一点，最后你搞来搞去只能干这个，从这儿开刀，对吧？米莱，阿根廷的米莱宣布明年的税收减少90%，他说收10%的税就已经可以把政府养活。胡锡进说孩子们教育质量不能下降，但是我们的社会不能在这方面卷起来，全社会要树立健康有效
教育儿童的集体理念，并将这种观念真正落实到儿童和少年各阶段升班升学全链条上。这种呼吁没有任何意义，那总有人会抢跑，有人抢跑就有人跟他学，全社会就跑起来，然后卷起来，这个你没有办法。那咱们约定了都考60分是吗？你都考60分，都一样的学习，毕竟有人还能考90多分，他不上课他也能考90分，那是怎么弄？然后考90分的才能上清华，那么最后还是卷吗？所以这种事情啊，就是卷这个事情，尤其教育卷这个事情，它是个文化现象，那你没有办法通过说教啊，来解决这个事情，对吧？也不能强行要求，你只能随他自己去，你愿意卷卷吧。胡锦说，最终我们要让每一个小家庭都能够做到经济上基本独立，离开父母的支持，他们也能自行运转。我们的社会应该把关心小家庭运转和幸福变成一个重要的共同关切。如果这样的注意力和相关措施真正形成，年轻人生育意愿低那个大问题能得到很大缓解。换句话说，解决上述问题是我们提高生育率的现实途径和抓手。首先说一说胡一静老师啊，他这2天啊对年轻人这么关心，实际上他是有感而发，他是亲历者。昨天咱们说了，他关于年轻人这个性萧条，那胡一静老师最有发言权，因为他在环球时报就是这么卷，无效工作就是那么多。那今天说年轻人生孩子难，对吧？全社会要对年轻人生孩子给予支持，这个恐怕又是他的亲身经历啊。他应该是他女儿生孩子，他作为老爷估计是要带的，所以他有发言权呢。你看说的也很在理，但是问题啊，就是胡一静老师他还是看到了表面，就是年轻人不生孩子根本原因是什么？现实压力是有，对吧？生孩子累，这个要花钱等等。然后胡一静老师认为这个社会要提高，要重视，对吧？要福利保障，对这个孕妇，对吧？哺乳期的等等都要给予关照。为什么是胡一静老师看到是表象呢？你看啊，北欧，对吧？那是高福利社会，美国美西方，那生孩子他好像基本上如果你不花钱，从出生到多大，好像基本上也不用花什么钱嘛，都是国家给你补贴嘛，奶粉券，对吧？什么小孩吃的辅食，这不是发券吗？这个福利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了吧？日本韩国也有福利吧，但是它出生率高了吗？就是年轻人不生孩子，倾向于不生孩子啊，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往往是这个社会经济越发达，它越是这个趋势。印度、越南现在就相当于30年前或者20年前的中国，所以它人口出生率还不错，但实际上它再发展，它的出生率一样的会下降。那年轻人他也不生孩子，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每个人更加追求自我，实现自我，是拉长自身的这种叫生命长度，对吧？通过对自身进行投资来完成社会的一种叫使命感，而不是通过传宗接代。你过去生活条件差，个人的舞台很小，你没有空间，你只能通过传宗接代来解决。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啊，很多人认为这个传宗接代来解决自己这是可笑的，对吧？所以说这个现在社会发展了，尤其是经济越发达的地方，生育率越低。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忙碌展现自我，充实自我，对吧？自己来实现。这就好比啊，有很多人呢自己不会弹钢琴，他想弹钢琴，以前没有条件没有机会，好，他就逼孩子去弹钢琴。他在孩子身上付出的努力啊，说白了是自己的理想的一个折射，完成自己未完成的心愿。那现在因为经济发展了，条件允许了，所以他不需要在孩子身上去完成了，他要自己完成。你去想一想吧，是不是道理？就是经济越发展，人口出生率就越低，就人们更倾向不生孩子，生孩子更累啊，对吧？生孩子意味着责任负担。咱们过去是农业社会，为什么要生孩子啊？你生了孩子他跑不了，对吧？从他生下来到最后你死，他都在你跟前。现在小孩一生到了18岁，跑哪儿你都不知道。以前是全国各地跑，现在是全世界跑，环境变了。你看经济越发展，条件越好，他肯定跑得越远，跑得越频繁。那过去不行啊，过去条件差就得住一块，从生到死都在一块，对吧？想跑也跑不出那个村子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所以现在啊，你要想让年轻人生孩子，可以说只会适得其反。文化素质越高的，发展的越好的，反而越不愿意生。谁生呢？就是那些落后地区、贫困地区没得吃的，他反而还多生。生完之后压社会负担，社会来养，对吧？前不久那个女硕士啊，走丢13年。你看看山西一个什么村里面，那地方非常偏僻落后，家里一贫如洗，他生俩，有人劝他吗？有那个计生的干部上门劝他生俩吗？不可能的。你看看越落后越穷的地方他越要生，反而大城市的坚决不生。那个铁链女，那男的读某名生13个10几个，该生的不生，不该生的狂生。你看看世界上也一样，对吧？有些民族不饲生产，但是狂生孩子，搞得这个欧洲啊苦不堪言。人家欧洲福利高啊，他们就想办法跑到欧洲去。所以胡一静老师关于这个青年人为什么不生孩子，显然啊还是没有看清本质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